喺铁路局是投入32年，退休的还是离唔开火车，脱地屯火车卖归去，当然又好看。60年都是按分嘅火车迷。60年讲，韩世世界见係見高見求人嘅海，也未帶伊去看火車，睇能路邊點咩？太爺還立志愛入鐵路局，離唔開火車嘅伊，屯退休金仲可以拿來買台鐵報廢嘅火車，錢唔拉還走去退款。連也假如講伊係點呢哦？伊屯火車買來過後，改裝做民宿、餐廳，茶上地度還保留嘅幾多退役老火車嘅歷史痕跡。網友懷舊風情，60年講，唔單止愛圓夢，還要同其他嘅火車迷共下分享。家住喺火車咧冇咧吼？冇咧，一種係演技用嘅啦，很多演技上。所以看到輛火車有俾伊千百樣哦。冇喲，哎千百樣咗話，咁似哦，按好火車對嗰個坐我，你見過嚟坐啊？這個也是差不多民國40多年的火車了，火車車廂，哎，對，小時候坐過的火車，所以現在看起來特別有那個親切感，懷念。這叫50年台嘅鋪塊老火車，轉風嘅回個派，見啲嘅老天山，做啲轉向嘅橙色燈呢，還有快啲嘅出門，本應只下出嘅象徵老頭牌，唔但搶住氣氛，本應反映嘅還有鐵路環保嘅好姊妹。好，小姐餐來了。好。環保大開，鐵柱青係青菜攞卵有啲菜，嗰大開田嘅青，招牌排骨、雞髀、見風嘅色，看起來動聲音。來到廟裡土下回順，幾隻車子就按用天度街，地道火車燈是連鐵路環保，可能出門路背冇變冇事嘅大會，翻路從一尾，天然不回風帶走。全部按用嘅氣氛下到，還容易等對高雄走來。他通宵的那個警察局，找不到路這樣子。哎，對。跑去問警察。他還畫個什麼過火車站，再怎麼走，怎麼轉彎，怎麼來。所以還是一定要找到，對不對？對啊。我們還在半路，怎麼那麼久，還怎麼找不到？結果問了一個說：“你再直走，再5公里就到了。”好遠。下大錯兩塊條空間嘅出係機60年。大家都忙啊，鳥不拉屎的地方哪有人來咯？海順風咩？冬天咩凍寒，哪有人來？唔對要開落去凍人來。就講你火車用過了，當時啊，有切件冇？冇啦，冇切啦，就鬼腿拿轉來啦。你以後就冇拿咯？冇簡單咧，冇行。今年65歲嘅60年，從細就係火車迷，還立志愛入鐵路局，至今落去咧，至少就係32年。媽媽講，我一直叫咩？媽媽講去看火車就好嘅，就唔會叫嘅，唔點用嘅，就看到火車就很舒服啊。然後長大了就想到鐵路局上班，退休誒還唔甘願，又買轉來安尼。總是按照自家理想去行，創造一個地方讓人家休閒，就自己喜歡安尼，圓自己的夢啊，創造圓自己的夢啊，以後所以吼，自己懂好咩？懂好火車。火車到嚟日天界是容易行出推薦。結果就係半夜轉咗回天買鐵拆鐵，60年唔排啲路站住，所以買嚟下來，陪人幾個退休生活。淘汰就全部拆鐵了。所以每次都講要拆鐵，哎，這很可惜，我就會很心疼。那麼好的東西，幹嘛把它弄掉？唔過為到人哋張目，60年退休金是強唔高，還能遠空退款嚟買火車。本來講係電的啊，風的啊，退休就了就好啊，做馬開咯。啊，你冇拆？
摩擦给，反正自己想要做就做，圆自己的梦啊呢。本来就有反对啦，现在不会了啦，现在唔会讲样嘅啦。講唔會談都冇辦法咩。不過火車係買到咧，我用半斤載進來，實係日則太難題。當初要運回來的時候，東多包商來看了2、3次，不敢運，因為它裡面是泥土嘛，他要運的時候一定要把這個全部鋪鐵板，他車子才能下來。大吊車要2台50噸的，很費時，因為他那一台是30噸嘛。這塊時買了2節做傳統，保妹就買了3節做米燒。風物是內為主嘅中國風，簡單嘅普風，希臘廢材嘅體重回風器，還有電壓嘅客家風。不用設計嘅，就是以前的那個普通車，然後去改裝，把椅子全部拆鐵嚟，然後再裝潢安尼啦。所以像你發布啊，你窗簾啊，也該整條該做下，也不用自家做。係，係不用自家做嘅。雖然受到空間限制，不過現推發設備、天時、名路、冷氣料料做下都久，出門腦部嘅建設，還係無價。你看，這個窗戶打開哈，本來的窗戶啦，本來鐵路局的窗戶，哦，動態視線門還好看，哦，看出去就有中臥呀、中番薯啊，有那個前面那個是台鹽咩？有看到鹽山，沒走的看到海水，也可以看到我們的那個火車在跑，西線、海線的火車。所以窗戶你特別保留下來。嘿咩？這個是本來鐵路局做就留下來的窗戶，沒有再改過啊。車檔保留嚟東道羅浮車嘅軒家，下東道鐵基路米就係當當溫內水浮車誒。都是奇怪，火車怎麼可以睡覺？他們就要來啊！所以你們安呢啊，東道火車迷就找他爸爸媽媽來啊，他就很興奮啊，整個晚上在這邊不睡啊，他就是要睡火車上，真的是火車啊！老對火車都深嘅感情，準備顯示老大家分享，某種嘅車子燃燒生命價值，重新發光。繼續培練60年，未培練東道嘅鐵基路米。我老婆說：“你坐了一輩子的火車，還要再坐火車。”我說：“那個會停通的，都根本唔會停通咩？”佢都係講。